这个天气遮尔啊寒，食这个麻油鸡、食姜母鸭、烧火会是真过瘾。但是，若有咧食降血压的药啊，或者是有咧食普拿疼这类止痛药啊食，那你这个麻油鸡甲姜母鸭上好是先莫食，因为这个麻油鸡、姜母鸭内底酒精的成分会甲药啊互相来作用，若是严重食会伤到肝，会胃出血，甚至人会昏迷。 这些都是，那这类止痛通常主要都是以乙酰氨酚为主。这规排药啊，伫头壳痛、颈痛，还有肌肉酸痛，这药啊乡亲拢知影。不过这药啊，若配用酒调味的姜母鸭、麻油鸡，若咧恐怖的副作用，你就袂使唔知影。 因为酒精本身它是经过肝脏代谢所以基本上药品只要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话，都容易与酒精产生交互作用。常见的像我们一般常吃的止痛药乙酰氨酚，容易造成肝脏的一些方面的毒性。除了像有乙酰氨酚的普拿疼以外，非类固醇的抗发炎的药啊，冇可能致使胃溃疡、胃出血症头。 真侪慢性病患者伫食的降血压、降血糖的药啊，甲酒精产生作用了后，患者颠倒会出现低血压、低血糖、头壳会戆的情形。若是有食抗生素的人，会心肝头、皮肤菜、变白，想要吐。 民众在吃慢性病的用药，就尽量适可而止，就尽量吃少少的，这样子相对影响会比较少。那另外，假设是临时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痛、感冒，离职需要吃一些止痛药，这时候最好是跟酒精完全是避开。 麻油鸡、姜母鸭，这寒天一定爱食美食，无食真艰苦。不过为着健康设想，爱较强咧。